稍後做大家共下看到嘅係兩岸多年來認為複雜嘅感情問題，引起嘅社會案件係緊發生。認為按樣為咗加強學生嘅嘅情感認知和能力，大學嘅教人制度佢哋情感教育嘅課程。不過感情嘅問題按當中學校應用嘅教育，另外兩隻學會咁最近就得透過上課學習出學嘅關係。同大家共下來看啊，大學嘅教人制度，兩下先生係用嘅來教兩門課。對口上行到分手，大家階段有人歸應用嘅來處理咯。人講大學必修3學分係功課、社團和愛情。對依度大學生來講，對國小到高中一期間，也會如鏡子樣談戀愛。不過等到讀大學，也會有開始少，有乜嘢冇交男女朋友。講到談戀愛一項事情，只係冇人教，冇上讀嘅大學，自然就曉得嚟係。家長好像比較少教，因為都是同學和媒體這樣。他自己的經驗，然後或是從電視上一些電視劇之類的。所以談戀愛也就課題，除咗有朋友分享人嘅經驗，幾多人係看小說、漫畫、電視劇、冇做天影來認識，或者係愛情。不過專家講，也得有題材內容，單單都用吸小說，冇做係規模強用嘅手法來表現出故事，也同大部分人嘅想法有所長。特別係主題浪漫、韓國夢幻，還有生活的現實愛考量。提倡後生人係講用按用嘅方式來了解，可能會從目標為你去描太凶誒，想看到部分唔係鬼差位就看到清清楚楚。他強調那些特質，也許對於戲劇性這個觀點來講是有用處，可是對於我們一般人生怎麼樣來維繫愛情關係，反而沒有很清楚的給予建議。哦，就是這樣子，是不是？好，很好，好。那我想請問一下，女生覺得壁咚會不會？廿多年來，見到大專研究開始注意到感情教育有幾重要位，可以同戀愛、幸福一定有相關的課程。1802學年初，全台灣就有1500人節課，確確實實就係戀愛學分。從事情太學為同識課、情愛溝通，就係教同學用嚟講出高層、高情嘅範圍來溝通。不是只講你好棒，而是他哪裡真的很厲害。比如說，他如果是辯論隊的，更貴能講清楚嘅感情知識，用無相同嘅理解來分享。為同學更自己嘅經驗同一條理解連強下，安尼好多位常用嘅錯。談戀愛的時候，我們不知道我們不小心說出的哪一個話會傷害到對方，或者是說別人對方他在某個時候會特別需要我去說一些什麼。很多事情不是說我深藏在心裡面，你就可能會知道，一定要說出來。就剛剛課堂上有講，要把愛說出來，這樣子，而且要落實在行動，不要光說不做。不是為了嘩眾取寵，就是很真實的說，如果我們希望這段愛情關係好，哪些事情該做，所以我們把它變成一個課程，從研究的角度給予一些我們認為經過檢驗過的這個建議。戀愛有開始，沒有可能會結束。2多年來，社會新聞規條就出現一度比到感情10年的事件，學者分析係認真啲感情關係都好，幾多你冇愛同意在個強下為人，佢會知道本人挑剔、本人反派嘅失敗情緒，所以會用勉強、威脅，冇就係保嚴肅來處理，會用暴力來面對，所以發生傷亡嘅案例。民間團體嘅調查就發現，以前未接觸訪問嘅人當中，有48.8%是受到親密關係嘅暴力，也有受害者有60.9%按度係啲男女朋友結婚就受到傷害。韓國官方嘅研究未看得出16到24歲嘅青年會受到親密暴力，所以戀愛教育單位係應該會加強學生嘅啲感情關係當中有關分數一方面嘅認知韓國能力。我覺得這種教育就有點像預習，然後讓他是心理上去演練啊。萬一我發生什麼事，我追求不成，萬一他跟我分手，萬一他劈腿，萬一我遇到恐怖情人，那我可以怎麼辦？講感情嘅失敗，比作係giải開感情教育嘅課程，就看作係防災演習，歡歡喜喜談戀愛，未愛歸理性嘅講分數，為同學生嘅來聽研究出正確嘅感情知識。學者認為係講成年嘅喺發展愛情嘅過程當中，先知得會發生很多乜嘅事情，安尼就當有乜嘅情形發生，就唔會成個亂吵吵嘅，唔啲安樣解釋，未做得會享受愛情。下個新聞，陳龍尊、陳欣怡特別報道。